大家好，今日我將圍繞國家安全呢一主題，帶大家回顧中國近現代史嘅重要事件，並深入探討總體國家安全觀及糧食安全戰略體系，讓我哋共同開啟呢一場關於國家安全嘅深度探討。翻開中國近現代史嘅篇章，1840年鴉片戰爭嘅爆發如同一記警鐘，揭開咗中國抗擊外侮嘅序幕。呢場戰爭嘅失敗讓國人深刻意識到落後就要捱打嘅真理。時間嚟到1931年，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9·18事變，中國人民用14年浴血奮戰譜寫咗可歌可泣嘅抗戰史詩。喺呢段艱難歲月裏，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到甲午海戰，列強嘅鐵蹄一次次踐踏住呢片土地，直到1949年，隨住五星紅旗喺天安門廣場升起，新中國終於迎嚟咗民族復興嘅曙光。呢段跌宕起伏嘅歷史話俾我哋知，國家安全從來唔係與生俱來嘅禮物，而係需要一代代人用智慧與鮮血去捍衛嘅寶貴財富。第三章，國家安全係發展嘅根基，冇安全，一切都無從談起。2014年4月15號提出嘅總體國家安全觀，構建咗一個動態發展嘅思想體系，其開放包容嘅特點體現喺覆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20個重點領域。呢種多維度佈局就好似編織一張防護網，既守護傳統安全，又延伸至新興領域，為現代化進程提供全方位保障。第四章，國家安全係民族復興嘅根基，係社會穩定嘅基石。縱觀歷史長河，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，中華民族歷經磨難，國家安全嘅重要性早已深深刻刻喺民族記憶之中。如今總體國家安全觀嘅提出，為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指明咗方向。第五章，當我哋談論國家安全嘅時候，糧食安全無疑係最基礎亦最關鍵嘅環節之一。中國糧食安全戰略體系構建咗一個覆蓋生產、儲備、流通到消費嘅完整閉環。呢個就好似為國家嘅糧倉編織咗一張精密嘅安全網，因為佢直接關係到14億人嘅飯碗，更係社會穩定嘅壓艙石。通過科學嘅頂層設計同精準施策，我哋唔單止要讓糧倉裝滿，更要讓發展之路走得更穩更遠。糧食安全作為國家安全嘅基石，我哋可以從6個維度嚟全面把握，從戰略定位到生產保障，從儲備調控到科技支撐，再到國際合作佈局，最後直面風險挑戰。每一個環節都好似齒輪一樣緊密咬合，生產體系確保源頭供給，儲備系統穩定市場波動，科技創新提升效率，國際合作拓寬資源管道，而風險應對則為我哋築牢最後一道防線。呢啲模組共同構成咗一個動態平衡嘅糧食安全生態鏈。通過影片連呢個環節，我哋可以更直觀咁感受國家安全嘅重要性，從視覺化嘅案例中加深理解。糧食安全作為國家安全嘅重要基石，其戰略地位不言而喻。從歷史經驗嚟睇，糧食問題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，直接關係到社會穩定同經濟發展。當前全球局勢複雜多變，糧食安全更係成為各國戰略博弈嘅關鍵領域。我國作為人口大國，糧食安全嘅重要性尤為突出。第9章，耕地保護係國家安全嘅第一道防線。目前我哋嚴格守護住18.65億畝耕地紅線，
通過高標準農田建設，不斷提升土地品質，讓每一寸耕地都發揮最大價值。講到糧食生產，不得不提三大主力軍：東北、黃淮海同長江中下游主產區。呢啲地區就好似國家嘅糧倉，源源不斷咁為全國人民提供口糧保障。令人振奮嘅係，我國糧食產量已經連續10年保持喺1.3萬億斤以上，人均糧食佔有量更係遠超國際安全標準。咁樣嘅成績單展現咗中國農業嘅強大韌性。糧食安全絕非小事，佢直接關係到社會穩定同經濟發展。有咗充足嘅糧食供給，我哋先至能夠安心搞建設、謀發展。呢個係國家爭三治九安嘅重要支撐。第10章從國家安全嘅高度出發，農業強國嘅建設正在加速推進。喺政策層面，一系列精準措施嘅落地，為農業發展構築咗堅實嘅制度保障。科技創新更係展現出強大驅動力。全國農作物良種覆蓋率已突破96%，數字背後係無人機播種、智慧灌溉等現代技術正在田間地頭大顯身手。更令人安心嘅係我哋嘅儲備體系，從中央到地方嘅立體化糧倉裏，口糧儲備足夠全國人民消費。大城市糧油供應更係建立咗雙重保險。呢一切都得益於藏糧於地、藏糧於技戰略嘅持續深化，就好似俾糧食安全裝上咗雙保險，讓18億畝耕地煥發出更強大嘅生命力。第11章喺糧食安全領域，我國展現出顯著優勢。小麥同稻穀嘅自給率保持喺100%，庫存水準遠超國際安全線。呢一數據同全球50幾個國家形成鮮明對比。更進一步咁話，我國構建咗強大嘅產銷體系，能夠有效應對國際市場波動同極端氣候挑戰。呢種抗風險能力遠超多數發展中國家。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睇，綠色科技嘅廣泛應用實現咗糧食生產與生態保護嘅協同發展，而部分國家仍然喺度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產量。綜合嚟睇，我國喺國際糧食安全格局中處於領先地位。第12章，糧食生產保障體系係國家安全嘅重要基石，佢似一張無形嘅防護網，守護住我哋嘅飯碗安全。從田間到餐台，呢個體系涵蓋咗從耕地保護到技術創新嘅全鏈條支撐。第13章，耕地資源保護機制係確保糧食安全嘅重要基礎。喺紅線管控制度方面，我哋通過科技手段動態監管耕地數量，嚴格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，為糧食生產提供堅實保障。生態修復策略同樣關鍵，通過推廣可持續農業模式，減少化肥、農藥使用，有效維護農田生態系統平衡。品質提升措施則聚焦於高標準農田建設，通過土壤改良技術持續提升耕地品質。最後，綜合監管體系將呢啲措施有機整合，形成全方位動態化嘅監管網路，確保各項保護政策落到實處。第14章，農業技術正在深刻改變傳統生產方式。北斗導航精準播種，讓農機像裝咗 GPS 一樣走直線，無人機施肥能精確到每一株作物，智慧灌溉系統則根據土壤濕度自動調節水量。呢啲數位化裝備嘅推廣，唔單止建起咗機械化示範院，更加讓
玉米水稻嘅種植效率大幅提升，生產成本明顯下降。種子係農業嘅晶片，通過國家級育種實驗室嘅攻關，我哋突破咗關鍵品種嘅卡脖子問題，自主育種覆蓋率持續攀升，一粒粒優質種子正喺田野裏創造更高嘅產量。綠色生產同樣亮點紛呈，化學投入品零增長計劃下，新型生物農藥替代咗傳統藥劑，病蟲害預警平台能提前7日預測蟲害爆發。令人驚喜嘅係，喺減少30%化肥使用嘅同時，試驗田嘅產量反而增加咗8%。呢種科技與生態嘅雙贏模式正喺更多農田裏邊複製推廣。第15章，面對自然災害，農業領域已經形成咗一套系統化嘅應對策略。喺氣候韌性建設方面，通過構建農業氣象災害監測網絡，研發適應性措施，有效降低咗極端天氣帶嚟嘅損失。應急儲備體系則着重完善糧食儲備機制，確保災害期間嘅糧食供應穩定。風險分散機制通過推行全保險覆蓋同構建風險分擔模式，為農戶收益提供咗堅實保障。綜合嚟睇，呢套策略將氣候韌性、應急儲備同風險分散有機結合，全方位提升咗自然災害嘅應對能力。第16章，糧食儲備調控系統係國家安全嘅壓艙石。呢套體系通過中央與地方嘅協同運作，將戰略儲備、市場監測同應急響應編織成一張精密嘅安全網。從中央儲備糧嘅智慧化管理，到地方分級儲備嘅聯動機制，再到覆蓋全產業鏈嘅市場預警系統，每一個環節都彰顯住手中有糧、心中不慌嘅戰略智慧。特別係喺應對突發事件時，四式預警系統能夠快速啟動應急預案，確保糧食供應不斷鏈。呢種多層級立體化嘅調控模式，既守住咗民生底線，亦為應對國際糧價波動築起咗緩衝帶。第17章，中央儲備糧管理體系係國家安全嘅重要支柱，國務院直接管轄呢一戰略物資，國家糧食儲備局則負責日常監管，確保每一粒儲備糧嘅數量同品質都符合標準。從戰略層面嚟睇，中央儲備糧實行封閉式管理，其核心價值在於應對戰爭或重大危機時嘅軍需民用保障。儲備品類並非一成不變，而係根據國家安全需求動態調整，主要包括小麥、稻穀、玉米等主糧。喺技術層面，智慧化倉儲嘅應用極大提升咗管理效率。通過物聯網技術，糧溫、濕度等關鍵指標實現實時監測，中央平台可遠端管控，將損耗率嚴格控制喺1%以內。呢種精細化管理唔單止降低咗浪費，更確保咗儲備糧嘅長期穩定。第18章，地方儲備協同機制係確保糧食安全嘅重要支撐。分級儲備體系構建咗省、市、縣3級儲備網路，同中央儲備形成互補，通過定期數據上報實現動態監管。區域應急聯動則打破行政壁壘，比如長三角地區建立應急儲備池，相鄰省份簽訂調劑協定，確保突發情況下嘅快速回應。政企合作代儲模式更係創新之舉，政府通過補貼方式委託龍頭企業代儲，既減輕財政負擔，又提升咗儲備效率，
實現咗多方共贏。第19章喺糧食安全監測領域，我哋已經建立起一套完整嘅預警體系，通過整合生產、加工、流通等環節嘅數據，構建咗覆蓋全產業鏈嘅大數據平台，實現咗從田間到餐台嘅全程可視化監控。呢套系統最顯著嘅特點係採用咗4式預警機制，根據關鍵指標嘅變化程度劃分為4個等級。當出現紅色預警嘅時候，系統會自動觸發最高級別嘅應急回應預案。與此同時，我哋仲將視野拓展到國際市場，通過實時追蹤全球糧食價格波動同供需變化，科學設定進口安全肘值，為國內糧食安全構築起一道可靠嘅緩衝屏障。更值得一提嘅係，整個預警系統依託先進嘅大數據技術，實現咗從監測到回應嘅智慧化閉環，大大提升咗決策嘅時效性同精準度。第20章從國家安全嘅大視角聚焦到糧食安全嘅基石科技支撐能力。呢個就好似俾農業插上咗騰飛嘅翅膀。當前我哋正通過3大科技引擎推動糧食安全種業創新突破，讓種子裝上中國心，智慧農業裝備實現指尖種田，綠色生產技術則構建起生態回圈新模式。呢啲技術突破唔單止大幅提升單產，更加讓農業生產變得精準可控。第21章種業創新係保障糧食安全嘅重要支撐。基因編輯技術已經能夠精準改良作物性狀，比如用 CRISPR 技術培育嘅抗病超級水稻，產量提升咗15%以上。更令人振奮嘅係，全基因組育種通過建立分子標記資料庫，大幅縮短咗育種週期，讓自主選育品種佔比顯著提高。我國仲建成咗全球第2大嘅種質資源庫，為種業創新提供咗堅實嘅資源基礎。而合成生物學嘅突破更加讓人眼前一亮。人工合成澱粉路徑嘅開發唔單止提高咗二氧化碳轉化效率，仲為應對耕地紅線挑戰儲備咗前沿科技。呢啲技術突破正喺度重塑現代農業嘅科技版圖。第22章喺東北示範區土壤感測器構建嘅3維模型，已經將水資源利用率提升咗40%。呢一成果充分展現咗精準農業嘅技術潛力。更進一步話，物聯網技術嘅應用正在改變傳統農業管理模式。全國性嘅決策中樞系統實現咗農業資源嘅智慧化整合與優化。特別值得注意嘅係，北斗導航系統喺農業領域嘅深度應用已初見成效。80萬台具備厘米級精度嘅農機終端，正管理住5000萬畝數位化農田。呢個標誌住我國農業正邁向智慧化新階段。而農業機器人嘅突破性進展更令人振奮。採棉機器人工作效率達到人工嘅30倍，果園巡檢機器人唔單止能夠實時診斷病害，仲能主動預警。呢啲創新技術正喺度重塑農業生產效率嘅邊界。第23章喺農業可持續發展領域，綠色生產科技嘅突破尤為顯著。以碳匯型耕作為例，通過稻麥輪作結合生物碳土壤改良技術，每公頃土地年固碳量可達3.2噸。目前全國已經建成200萬畝示範田。呢種耕作模式正在重新定義傳統農業嘅生態價值，轉向病蟲害防治領域。新一代工程菌株展現出驚人效果，
對玉米糠嘅防治效率高達92%。呢項技術使到化學農藥使用量直接腰斬。按照當前推廣進度，到2024年有望覆蓋全國35%嘅玉米種植區。更值得關注嘅係回圈農業嘅系統性實踐。以豬、沼、糧、閉環系統為例，不僅實現咗養殖場糞污90%嘅資源化利用，配合智慧施肥技術，喺保證產量嘅同時，將化肥用量壓縮咗1/5。呢啲數據印證咗綠色科技既能守護生態環境，又能保障糧食生產嘅雙重價值。第24章，糧食安全從來唔係閉門造車嘅事。喺全球化嘅今日，中國正通過多元化嘅國際合作，構建更穩固嘅糧食安全網路。從優化海外進口通道到深度參與國際組織，每一環都喺度為飯碗工程注入全球視野。第25章，從國內糧食安全戰略轉向國際佈局，海外糧食進口通路建設顯得尤為關鍵。喺多元化進口策略方面，我哋正積極挖掘黑海地區、巴西等全球主要糧食產區嘅進口潛力，同時加大交通基礎設施投資，有效分散單一來源風險。運輸網路嘅優化同樣重要。中歐班列嘅常態化運營，不僅打通咗亞非歐陸路糧食運輸大動脈，更同海上通道形成互補，構建起立體化嘅供應體系。講到海運，同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等關鍵港口國家嘅深度合作，為糧食流通加上咗雙保險，大幅降低咗運輸中斷嘅可能性。呢啲措施環環相扣，最終指向同一個目標，打造更具韌性嘅全球糧食供應鏈。從多源頭採購到多通道運輸，每一步都喺度為緊應對突發風險積累底氣，讓我哋嘅糧食安全網越積越密。第16章，喺全球化背景下，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農業投資構建咗多層次合作框架，跨國糧商喺沿線國家建立起從種植到加工嘅全產業鏈佈局。呢種深度整合顯著提升咗資源調配效率。更進一步睇，農業技術合作成為亮點。中國嘅高效種植模式正幫助東南亞、中亞地區實現單產提升。呢種知識共享創造咗真正嘅雙贏局面。特別值得關注嘅係區域性應急儲備系統嘅建設。呢一套機制通過聯合儲備、協同調度，大幅增強咗面對突發危機嘅韌性。喺呢一個基礎上建立嘅糧食安全互助機制，更係將單個國家嘅安全需求轉化為區域共同責任，形成更穩固嘅保障網路。從技術輸出到制度創新，呢一系列嘅舉措正在重新定義國際農業合作嘅深度與廣度。第27章，喺國際糧食組織合作方面，中國正展現出越嚟越強嘅參與度。我哋唔單止深度參與 FAO、WFP 等國際組織嘅政策制定，推動建立更公平嘅貿易規則，仲喺不斷提升自身嘅話語權。通過中國 FAO 南南合作專案，我哋向發展中國家派遣農業專家，傳授糧食儲藏同病蟲害防治等實用技術，說明提升當地農業生產能力。同時，同 IFAD 合作建立嘅全球糧食數據系統，實現咗種植、產量等關鍵資訊嘅實時共用，為全球糧食安全提供咗數據支撐。更值得一提嘅係，
中國仲積極參與全球糧食治理機制創新，通過平台建設同規則完善，不斷強化全球糧食安全網路。呢啲舉措充分展現咗中國喺全球糧食安全領域嘅大國擔當。第28章，國家安全面臨諸多風險挑戰，需要我哋探索有效嘅應對路徑。第29章，人口增長同消費升級，對糧食安全提出咗更高要求。喺耕地保護方面，田場制監管體系同高標準農田建設雙管齊下，預計能夠讓畝產能提升10%到15%。與此同時，糧食消費正在發生質嘅變化，高蛋白食品需求每年增長5%到8%。呢個要求我哋及時調整農業種植結構，為增強應急能力，三級儲備聯動機制同動態價格調整機制將加工能力提升至每日150萬噸。綜合嚟睇，通過耕地保護、種植結構調整同儲備體系完善三大舉措，我哋正在構建適應人口與消費變化嘅糧食安全保障網。第30章，面對氣候變化嘅挑戰，我哋採取咗一系列創新措施嚟保障糧食安全。首先嚟睇睇災害預警系統，通過建立全球最大嘅農業氣象網路，整合衛星同地面數據，實現咗72小時高準確率嘅災害預警，大大減少咗糧食損失。喺種子研發方面，亦都取得咗突破。啟動種源自主可控工程之後，培育出像中麥578咁樣嘅抗疫新品種，作物抗旱能力提升咗20%。呢啲新品種正喺全國範圍內推廣應用。更值得一提嘅係碳匯農業嘅實踐，通過推廣保護性耕作，東北黑土區嘅土壤有機質喺5年內回升咗0.5個百分點。部分地區仲試點開展咗碳匯交易。呢啲措施嘅綜合實施，顯著提升咗農業應對氣候變化嘅能力，唔單止保障咗糧食安全，亦都為農業可持續發展開闢咗新路徑。第31章，全球糧食供應鏈嘅穩定運行，離唔開風險管控體系嘅支撐。喺進口多元化方面，我國實施咗大豆振興計劃，通過拓展新產區進口管道，到2023年，非美大豆進口佔比已提升至42%。與此同時，中歐班列糧食專線嘅建立，讓運輸效率得到顯著提升，將目光轉向海外糧源建設。借助一帶一路農業合作，我國喺哈薩克斯坦、巴西等國建設咗境外農業合作示範區。呢啲示範區嘅目標好明確，到2025年形成年產3000萬噸嘅境外糧源保障能力，進一步降低單一市場依賴風險。物流體系嘅優化同樣至關重要。廣西北部灣、上海洋山港等重點國際糧食樞紐港嘅建設，配合低溫統倉群等先進設施，使得進口糧食嘅中轉與分撥效率大幅提升，72小時內完成率高達85%。呢個唔單止保障咗糧食運輸嘅時效性，亦都為供應鏈韌性提供咗有力支撐。第32章，呢一頁列出咗研究國家安全嘅重要參考資料。當代中國國情專題網站提供咗詳實嘅基礎數據，深度求索智慧工具則整合咗多維分析視覺。香港政府官網嘅教育資源特別適合開展全文科普，而國際關係學院為青少年編寫嘅教材，用生動案例把抽象概念變得通俗易懂。呢啲資料來源各有側重，
共同構建起立體化嘅知識網路。第33章。以上就係今日分享嘅全部內容，希望通過呢啲資訊能夠說明大家更好咁理解同應對相關問題。未來我哋仲將持續關注呢一領域嘅發展動態，為大家帶嚟更多有價值嘅資訊。期待下次再見。